啊，嚟一幕啊，嚟1、2、3、8，一樣 One Piece， 一世 One Piece， 人無法走過每天，為求沒有帶着遺憾活到終點，就是你，讓感覺從此不再簡單平凡，到處也是彩色。我而家從讀醫嘅，大家都知啦，返學加油啦，拜拜。嗨，加油啊！考試。歷練了多少變遷，還記得當初的手臂，滿載了浪漫與歡喜。世紀一爆咁點講啊，大佬？喂，你咧？裝係好令人意想唔到嘅一件事。莊園嘅關係係，尤其是開莊係好難捉摸。都有講啦，相見好同住難啊嘛。你同住一個開嘅時候，有好多嘢真係你唔會有咩，好似你唔係住埋一齊，你都可能有啲嘢會隱下門啦。但係你住埋一齊真係乜都知道晒，所以你同莊園相處係真係要好真咯。你睇下我。到你啦，到你啦！呢個關係好大嘅格局感啊！講乜嘢啊？就係唔知啊，去邊度啊？我覺得上開莊唔同嘅係可以嘗試住啲莊，咁上去其他莊咧就唔同噶嘛。想見莊園就唔可以即刻見咯。如果你而家上開莊咧，就可以即刻衝涼。成隊埋隊，我覺得個關係比其他上其他莊更加好。上開莊有咩好？咪差唔多日日都落去食宵夜咁簡單咯。一班人好多數聚埋一齊就係開莊。大家好，我係 One Piece 嘅 IVP， 即係內務副會長，簡稱內副。我嘅職責咧就係喺內部咁樣呵護一啲莊園。莊園好傲毛咯，但係又好得意。想開莊。好開心啊！俾我識到幾個基友，發掘到我真正嘅性情啊！所以你哋記住要上啊！我覺得我哋啲莊園好 sweet 咯，我都覺得你莊園好 sweet 啊！我覺得大家好 close。盡在不言中咯。你睇下。可以見到你哋真係好開心啊！我吸咗，要大聲啲，要大聲啲。係啊，我吸咗啦。我吸咗喺咩度？以後唔會再聽到呢把聲。肥優，我真係好中意你㗎，肥優。我哋不如再嘈啲咪遮到把聲。唉，好。好咯，唔係對你咁。因為我覺得對你好咯。想開莊嘅特別之處就係在於你嘅對象。係你嘅康明性，就係你嘅。可以同某啲人特別 close 啲咁，睇下大家係咪真係一。你沒有牽掛遠飛，在地平線上也有我為你打氣。去吧，我會永遠珍惜你，直到下世紀。
裝嘅特別之處就係你嘅服務對象可能係日日同你一齊住嘅宿生，或者係上妝會出鋪㗎，上妝會出鋪㗎，上妝會出。要咁樣行啦。好得意啊！你可能有開張嘅特別。Action！ 你係咪有個外賣啊？係啊，有個外賣。一個，我要個。